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8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召。谈到呼召，我们总是会谈到大约什么样的时候，或是参加某一种特别的聚会以后，自己如何的受到感动，受到呼召，要投考神学院啊，成为传道人啊，或者是受呼召被选为长老啊、执事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服事的职务。这是从圣经角度，但是在先知耶利米所谈到自己的呼召的时候，在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这样记载了：上主对我说，我赐生命给你以前，我已经选召你了。你还没有出生，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。我回答，我至高的上主啊，我太年轻，我没有口才。但是上主对我说，你不要自以为年轻，尽管到我差派你的人群中去吧，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所说一切的话。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，对我说，你看，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，我今天授权给你，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重建和种植的工作。如同今天的经文诗篇139篇，大卫的诗篇，他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告白：上帝不但是创造的上帝，他也是无所不在、看顾保守，并且呼召我们来跟随他、服侍他的。耶利米先知回复上帝的呼召时说，我太年轻了，我又不会说话。摩西也说，我口拙笨舌。其他被呼召的人也有不同的理由。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宣教救赎，若是对一位没有呼召的人来说，是非常的困难的。耶稣基督告诉跟随者说，他要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去。那些没有呼召的犹太领袖就说，难道他要去自杀吗？约翰福音第8章21节到38节提到了这一段的记载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要走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可是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。我去的时候你们不能去。犹太人的领袖就说，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难道他要自杀吗？耶稣说，你们要从地上来的，我是从天上来的。你们属这世界，我不属这世界，所以我说，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。如果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，你们将会死在自己的罪中。他们就问，你到底是谁？耶稣回答，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。关于你们，有许多事我应当说，应当审判，但是差我的那一位是真实的，我只是把他从那里听到的告诉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关于父亲的事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把人子举了起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并且知道我不是凭着自己做什么，我只说父亲所教导我的，
差遣我来的那一位跟我同在，他并没有撇下我，使我孤单，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欢的事。许多人听到耶稣这些话就信了他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你们若是常常遵守我的教导，就真是我的子民了，我的门徒了。你们会认识真理，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：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没有做过谁的奴隶。你说你们会得自由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每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隶。奴隶在家里是没有稳固的地位，儿子却始终属于家庭。要是上帝的儿子使你们得自由，你们就真是自由人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你们想杀害我，因为你们不接受我的教导。我讲的是我父亲指示给我的，而你们是做你们的父亲告诉你们的，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就不能明白上帝呼召的作为。不但如此，还会因为误解而成为救恩的拒绝者，甚至是阻挡者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18节：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。从遥远的地方，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，你都看见。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。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所能理解。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？我上了天堂，你已经在那里。我潜伏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往在西方的海极，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，你会在那里帮助我。我可以求黑暗遮蔽我，或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，但是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是黑暗。黑暗跟白昼一样的光亮，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的。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，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你可敬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。我心里深深的领会，在我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。骨骼怎样的成型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我了。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日子的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的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。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明白自己呼召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因为看重自己的呼召，不被软弱和困难打倒。不但如此，也让我们更因为着呼召成为福音救恩的仆人，能够成为荣神益人的忠心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